孟过曾口出妄言，说要生擒少城主，霸占陈芊芊。你猜，他有什么企图？咱们少城主正值青春年少，如果被孟过给抓去了，我放你那么多回，你是不是得象征性的放我一次？礼尚往来，你懂不懂？如果你不愿意放我，咱俩就坐着谈一谈。我告诉你，你别动我啊！韩说不会放过你的，他肯定会来救我的。你要是敢动我，饶不了你。他这人虎起来比老虎还虎。我堂堂花园城少城主，我是不会向你们这些地痞流氓屈服的。你再来，你要是敢逼我，我就以死明志了啊！大当家的误会我了。怎么了？大当家的，你奉你娘亲的命令前来剿匪，却对我6抓6放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是因为你看中我，要考验我。啊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哎，少城主看出了我孟某人的实力。是我孟某人的伯乐，这就是对我有恩。6抓6放，绝不食言，这是对我有义。少城主对我有天大的恩义，我必须要报答你。报答我？你把我掳到这山上跟我拜堂？拜堂不，我是要跟你拜把子，拜我为威猛山做山大王，不比当的花园城少城主快。这第7次，虽是我抓了你，但我孟过降了。这孔明真乃神人啊！哎，孟大哥，从此以后我们可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妹了。哎，按我的意思，你就来我这威猛山做我的山大夫，你不要推脱。我不推脱，我来做大当家。嗨，兄弟们，叫人！大当家，二当家。对了，孟大哥，你一向是瞧不上花园城的女人，为何现在又肯归顺于我？哎，你虽是女人，但是有勇有谋，10个男人也比不上，我也比不上。你当老大，我没话说。佩服啊，孟大哥，这胸襟。什么味儿这么香啊？为了欢迎你入寨，弟兄们准备了酒席。兄弟们，开堂喝酒！少君，我们已经将山寨团团围住，随时可以进攻。韩少君，我刚拿住一个山匪，打探一下消息。山上怎么这么热闹？我们大当家下令准备酒席，毕竟大喜的日子。什么大喜的日子？还能有什么大喜？肯定是那孟过要调戏我们少城主啊！白起，下令攻占。是。哎，大当家7亲7放的故事真是千古流传，名垂千史啊！小弟佩服佩服。有了大当家率领我们，看谁有敢剿匪，来一个打一个，来一拳打一拳。来喝。哎，咱这得低调啊，我们还是低调一点。这其他的我不敢保证，只要兄弟们好好的跟着我，我敢说这整个花园城都是咱们的囊中之物。好。但是呢，我要立3个规矩。这第一，
就是咱不能打家劫舍。哎，大当家，咱们兄弟从来不劫贫苦的百姓，只劫过路的商队。哦，这第二呢，就是不能强抢民女。我们都是被民女强抢，因此不从，才被逼到山当山匪的。就是，对，就是。行，这第三，就是能不能把这字儿给我改一下？看出问题没？这样子才对嘛！大哥，二当家的，这大当家的是不是写错字了？哎，早就听闻这传闻中的三公主是个大字不识的人，还真是如此。但既然他们当了咱们大当家的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一会儿这字就念真。是。报！二当家的，山上来了一队护城军，快打上来了！一定是韩硕。我们这么多人，况且还有大当家的在，还怕他们不成？韩硕毕竟是大当家的男人，都不能打起来吗？竟然有人敢攻打我们威猛山呢！啊，小子们，冲啊！谁要到威猛山啊？谁要到威猛山？把管事给我叫出来！哎！少城主，你没事吧？少城主，什么少城主？我现在是威猛山的大当家的，不当少城主。处着呢，处着当。少城主，这话可不要说。你过去吧你！我是威猛山的老大，我谁也不怕傲。陈芊芊，你还记得你是来剿匪的吗？谁呀？这小模样长得挺标致。你要不跟我回去当压寨夫君嘛？哎呀，这是你夫君。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好看的夫君啊？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来的？抢回来的。抢回来的。那我就再抢一次，你验货啊！你这几块夫妻呀？夫妻啊，这得啊。咱回去说吧。害羞。什么事咱回去说哈。都给我转过去！哎，你们也别看了啊！别闹了，跟我回去。我跟你说，你长得特别像一个人，可是那个人以前说他会一直保护我的，但是在关键的时候把他跟我怄气，还拿山匪吓唬我，最后把我一个人留在营地里。是我不好，我这不来了吗？韩硕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都快怕死了，我都快，你就把他们的大刀子多大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不哭，是我不对，你打我骂我怎么样都行，好吗？今天是女主角呢。报警！我们大当家了！出去！那这些人怎么办？既然你们认定芊芊是你们大当家，那就跟她一起回营。此后威猛山众人归顺少城主，为他所用。回到花园城后，不准目无法纪，违命者军法处置。走啊！走啊！跟大当家走，走。